大家好，又到咗識粵語可以為所欲為嘅時候啦。咁今期嘅名人星盤呢，我哋就講林夕。今期嘅主題呢係天下無不散之林夕。咁呢個呢唔係為咗玩食字嘅，其實係有一定嘅意思嘅。咁首先呢個散就代表離散啦，因為夕爺已經用某一種方式離開咗我哋啦。第二層意思係因為夕爺嘅寫作風格通常都係比較虛幻啦、抽象啦，有一種如煙如霧嘅感覺。第三層意思就係散播啦，因為佢嘅作品係真係浩渺如煙啦，無處不在。咁我哋正常人，只要你係有聽歌嘅話，咁你一日都至少聽3-4首林夕吧。喺我嘅名人星盤系列入邊，除咗啲歌手啊、明星之外，其實都有有啲作家嘅，包括有南派三叔啦，有張愛玲啦咁。我覺得睇完一個作家嘅星盤，再去睇佢嘅作品，你先突然間明白咗原來當初佢想講嘅係咁樣件事，而讀者可能會係理解成為另外一個方向。咁睇夕爺嘅星盤，再加埋佢嘅作品呢，就相當之有難度，因為你太熟悉嘅時候，你就唔會突然間去諗佢其實深刻嘅意思係乜嘢噶嘛。咁啊，再加上表達嘅方式比較抽象啦，所以我簡直覺得過去嗰20幾年嘅人生就係為咗做呢期嘅功課，去提前準備去理解呢個人咁樣樣。對於我嚟講，唔單止係一個表達上邊好有難度，再加上係文學嗰個功底都要好有難度，好似考牌咁樣。再加上一啲技術上嘅限制咧，我係冇能力去調嗰個原聲嚟播出嚟嘅，咁所以只能夠用我清唱嘅方式嚟表達啦。咁啊，雖然我唱得不夠動人，希望大家都唔好皺眉啦。根據網上查得到嘅資料，夕爺係1961年12月7號香港出生。咁啊，雖然唔知道呢個出生時間啦，咁但係根據呢個林夕呢個名就暫定佢係雙星雙魚座啦。因為林夕就係夢啊嘛，咁夢就聽落去就已經好雙魚座啦。再加上作品嘅風格比較飄渺嘅感覺，咁都符合嘅。咁無論佢係咪上升雙魚座啦，佢肯定係木星人，因為第一眼就睇到佢係群星射手座，太陽、月亮、火星、金星、水星都集中喺射手座。咁因為木星係守護射手座噶嘛，咁作為一個木星人，佢個木星呢係放喺水瓶座嘅。咁所以呢張盤最明顯嘅特點就係呢個人係一個有土木組合嘅人，即係土星加木星，因為土星係守護水瓶座噶嘛。當然好明顯呢個木星嗰邊係多啲，但係如果你睇過前邊我做嗰個救世主嘅組合呢，呢個好明顯就係一個救世主嘅原型角色。叫救世主呢係有啲誇張嘅，咁你可以將佢理解成為智慧老人啦，或者嗰隻貓頭鷹咁樣。咁土木組合嘅特點就係因為土星同木星一個係膨脹，一個係收縮，咁所以兩個加埋一齊呢，喺一個人嘅身上呢，就顯得呢個人望上去好似好廢咁樣樣。我哋望翻夕爺本人，如果你睇過佢嘅採訪啊或者演講嘅話，唔同你講呢條友係林夕，你都有啲覺得驚驚地嘛，啲怪叔叔嘅感覺，唔係好敢靠近。咁呢個救世主嘅組合就係主要佢哋係有一種想拯救眾生嘅情懷，好想普渡眾生，好想拯救大家於痛苦之中。但係同時另外一面又覺得自己好廢，好無能為力，乜都做唔到呢種感覺。再加上射手座，雖然佢係一個火象星座，而且係9啊，即係排第9，即係陽到極致嘅一個星座。但因為就係陽極生陰，所以其實抑鬱嘅人入邊，射手座嘅比例係特別高，因為你個腦入邊總係有太多嘅幻想，更多不切實際嘅嘢嘅時候，當你面對現實嘅生活嘅種種打擊，你會覺得比一般人更加嘅沉痛。了解完呢個基本配置之後，再睇翻佢寫俾 Eason 唱嘅 K 歌之王呢，我會發現有另外一種感想，即係細個嘅時候聽 K 歌之王，因為佢剪咗好多歌名同埋嗰啲片段入去首歌入邊，你以為只不過係一個剪接嘅技術，但係你再認真聽嘅時候，其實係另外一件事。我哋以為 K 歌之王係 Eason， 當然 Eason 係 K 歌之王啦，但係其實呢首歌係寫緊作為一個作者佢嘅心聲。首先第一句就係我唱得不夠動人，你別皺眉。咁 Eason 冇理由會咁樣講自己噶嘛，所以其實呢個我係指夕爺佢自己，佢只不過填詞嘅人，佢唔係一個歌手。跟住第二段係
還能憑什麼擁抱若未令你興奮，便宜地唱出寫在情歌的性感，還能憑什麼要是愛不可感動人？咁我覺得點解要寫憑什麼，就係因為佢喺呢個物理嘅世界上唔係一個好有吸引力、好 attractive、好受歡迎嘅人。咁但係佢唯一識做嘅嘢就係寫歌填詞，所以佢可以做嘅就係俗套的歌詞煽動你惻隱。所以我終於明白《K 歌之王》呢首歌表達緊嘅就係一個好無力嘅人，好想去拯救世界，用佢嘅歌詞去療癒大家。因為木星同水星係一對嘅，咁所以我哋睇夕爺嘅呢個寫作生涯入邊，經常會同一啲有水星元素嘅人合作，即係包括雙子或者處女啦。咁夕爺作為木星人，木星人最主要嘅核心嘅 purpose 就係將我累積落嚟嘅智慧，我嘅聲音可以傳達出去俾全世界，就好似 K 歌之王唱咁樣，將我漫天心血一一拋到銀河。為咗完成呢個偉大嘅目標呢，當然係需要同水星合作，而水星亦都係因為自己比較六神無主嘅，需要依靠呢個木星嘅。咁好明顯你見到一啲特別有水星元素嘅歌手呢，同佢合作係特別好嘅。主打就王菲同埋楊千嬅啦。咁佢唔知係邊個採訪入邊講過，王菲係我無名份嘅夫妻，而楊千嬅係我身上邊嘅一塊肉。跟住好似係話王菲其實都有啲妒忌楊千嬅喺佢心目中嘅地位。咁王菲同埋楊千嬅，我查過星盤，兩個都係月亮雙子座。咁再之後就有同雙子座嘅王菀之合作啦。跟住比較近期啲一個最標準嘅水星人就係林家謙啦。林家謙係太陽處女，然後都係月亮雙子。眾所周知，夕爺係好中意《紅樓夢》噶嘛，因為好中意《紅樓夢》，所以先揀咗呢個夢字作為佢嘅筆名去寫作啊嘛。跟住就係佢啱啱開始嘅時候係同明哥合作，係有一個《紅樓夢》系列，有幾首歌係關於《紅樓夢》，尤其我最中意係嗰首《風月寶鑑》。一個人特別去迷戀一件事，通常嗰件事本身係同你有某一種嘅呼應。即係點解我中意《盜墓筆記》，係因為發現我自己同三叔個款係有啲似。咁 anyway 啦，就係有冇一種可能，夕爺其實就係賈寶玉呢？如果我哋睇翻呢個《紅樓夢》嘅故事設定，就係因為呢個寶玉本身係天上邊一嚿女媧煉石補青天剩落嚟嘅石頭，跟住佢當然係覺得自己好無聊、好廢啦，跟住就想去人間度感受一下人間嘅疾苦，咁樣體驗一下，跟住就係咁輪迴、輪迴、輪迴，咁輪到最後尾就係佢去咗賈家度做一個富 N 代啦，跟住又就係溝女啊、吹水啊、吟詩作對啊，跟住飲茶食飯睇戲啊，基本上係呢啲咁嘅劇情啦。咁最尾就係看破紅塵，跟住出家。我就喺度諗有冇可能就係憑佢嘅能力，佢可能靠自己可以生存落去，佢唔需要真係經歷咁多嘅失戀啊，咁多嘅悲歡離合。佢係為咗幫大家去揾呢個失戀嘅解藥，所以先至去經歷呢一切，而佢可以知道個痛苦位喺邊度，喺邊度揾到解藥，邊度揾到出口。就好似佢寫俾 Eason 嘅另外一首歌啦，我都係非常之中意嘅，就係歌頌啦。咁其中有呢一句：留下發泄的反省過程，縱使意難平，痛得高興。佢就好似要自己經歷呢一切，跟住先至可以歸納總結嚟寫成一首歌俾你聽。希望你下次即係再戀愛嘅時候唔好再瀨嘢。咁眾所周知咧，《紅樓夢》又名《風月寶鑑》。咁呢個《風月寶鑑》其實係一面鏡嚟嘅，就係從前有個人啦，佢就好中意阿王熙鳳啦，直情表晒白咁樣。當然王熙鳳已經做咗阿嫂啦，就唔想理佢。跟住佢就喺翻到屋企咧，就日日喺度單相思咁樣，就相思成疾，即差唔多要死啦。咁呢個時候咧，就有個唔知道士定和尚啦喺門口度行過，咁就俾塊鏡佢，跟住話嗱，俾塊鏡你。只要你唔望呢塊鏡咧，你就可以醫得翻你嘅失戀噶啦。跟住咁佢真係唔理啦，因為嗰塊鏡入邊嗰個係王熙鳳啊嘛。跟住佢哋日對住嗰塊鏡係咁照，係咁照。跟住最尾咧就係相思成疾，就最尾就死咗嘅。咁好明顯，曹雪芹寫呢段係為咗一個警世嘅作用啦，就係嗱，你成日都沉迷戀愛咧，你就係咁嘅下場啦咁樣。即係其實同林夕嗰啲歌係即係同一個作用噶嘛。
前段時間呢，咁我就開始睇呢個《紅樓夢》啦。其實到今日都未睇完嘅，因為真係好難啃下嘅，真係好慢，即係日日都喺度飲茶、吹水、食飯、溝女咁樣。咁但係睇下睇呢，唔知點解呢，個腦入邊有個 BGM 呢，竟然係春秋。即係一開始聽春秋嘅時候啦，其實係冇法理解點解有人失戀係失戀得咁勁咁悲壯嘅。我沒有為你傷春悲秋，不配有憾事，即係要去到咁樣嘅 level 就係冇法理解。但係如果你將呢個林黛玉同埋賈寶玉之間嘅故事套入去春秋，你就會發現呢首歌終於成立咗咯。再加上佢後邊係咁唱啦，我沒有被你改寫一生，怎配有心事？我沒有被你害過恨過，寫情情詩便廢紙。春秋只轉咗要事，如果愛你欠意，這眼淚無從安置。咁就對應到《紅樓夢》入邊阿寶玉唔知點解出門口中意淋花，跟住就救活咗佢呢一棵鋼仙草，跟住就投胎轉世變成林黛玉。咁如果唔係佢救咗佢嘅話，佢今世就唔使成世喺度喊苦喊忽。咁都對應到呢個劇情。再加上後邊寫嗰個情史變成廢紙同埋眼淚無從安置，其實都對應到曹雪芹嗰個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除咗作為木星人一生入邊要揾一個水星之外呢，因為佢自己出生星盤入邊嘅水星都落喺射手座，形成一個對宮嘅效果。咁對於水星嚟講，呢個係一個幾不利嘅位置啦。咁同時因為水星同呢個寫作啊、表達啊、工作有關係，咁作為一個填詞人、一個作家呢，佢嘅水星亦都會特別 highlight 出嚟。具體表現就係如果你平時同佢直接去溝通啦，你覺得呢個人好似好唔識講嘢，好不善言辭，或者講咩都諗好耐咁樣，咁我相信好多有同一個配置嘅人都有咁嘅諗法嘅。咁但係優秀嗰方面就係好多作家都係有呢一個嘅配置嘅。咁即係話佢嘅思想，佢嘅表達係用一個抽象、一個虛幻嘅方式去思考，而唔係我哋一般人溝通嘅一種比較直接1+1=2嘅方式。咁所以同 Y 文比，因為 Y 文嘅水星係有火星嘅影響，就係比較情慾一啲嘅。而我哋去睇阿夕爺嘅寫作，通常係覺得似是而非，好似係又好似唔係咁樣嘅呢種感覺。咁啊有啲人會覺得阿 Y 嗰隻係人間煙火氣啦，咁啊夕爺呢隻係比較飄渺一啲啦。咁呢個係鹹魚青菜各有所愛，但係我覺得佢咁多個作品入邊寫得最精彩嘅應該係寫俾霆鋒嘅呢一首《玉蝴蝶》。玉蝴蝶呢首歌嘅時候應該係我讀緊小學嘅時候啦，咁理所當然我係完全唔知佢講乜嘢啦。咁今時今日再睇翻呢一份歌詞，其實玉蝴蝶就係一個暗號，一個符號，即係佢歌詞入邊講嘅呢個無字暗語，去形容一個好理想投射出嚟、幻想出嚟嘅形象，但係佢係唔存在嘅。咁有人覺得呢首歌其實係寫俾王菲㗎啦，咁我覺得最多就可能係你諗呢首歌構思嘅時候，開頭係諗起王菲嘅，但係你寫下寫下其實已經寫咗另外一件事。咁呢個玉蝴蝶係一個完美情人投射出嚟嘅幻象，基本上成首歌就係討論咁樣點樣用一個貼切合襯嘅名稱去稱呼你呢個完美嘅幻象啦，所以佢一開頭就唱如何看你也似樹蔭，如何叫你會有共振，靈魂化作發與日語，同樣也是靈魂。咁呢個好明顯就係不停地用唔同嘅方法去嘗試揾到一個最精確最對嘅詞嘅意思啦。跟住旁邊咁啱有盆花，呢盆花叫做玉蝴蝶喎，究竟佢係花定係蝶呢？咁樣有一番嘅討論，跟住最尾呢，就決定我叫你做玉蝴蝶。跟住呢，但係覺得仲係唔係好夠到位，跟住繼續講啦。戀之花也是你，風之沙也是你，跟住再加埋後邊嗰個夫斯基也是你，早有生也像你。咁即係不停地討論完之後，其實係完全冇結果嘅。去到最尾最虐心嘅嗰句歌詞係改得多麼入戲，咁即係話成個過程都係一場戲，自己呃自己嘅一場戲，嗰個你根本係唔存在。作為一個木星人，而木星係同呢個宗教啊、哲學啊、天堂與地獄有關係，咁所以同其他一般嘅作家或者填詞人相比，夕爺有一種喺天國嘅大家長去照顧大家嘅感覺。即係絕大多數情歌其實都係一個沉浸式嘅體驗啦，即係漏煤氣閂窗嗰啲啦。即係其實夕爺都寫咗好多啦，咩號外啊、
暗湧啊，我本人啊，假如讓我説下去，我的天啊，呢啲其實都係講當事人嘅心情，但係木星人嘅角度會更加遠大、更加寬廣，所以可能嗰個開始點係人間嘅悲喜得失，漸漸就會投射到去呢個山川日月。最具代表性嘅當然就係富士山下，其實富士山下基本上就係講一首我要同你分手，你都係走啦，大家各行各路啦咁樣嘅首歌，但係你又拉住我唔肯走喎，咁樣大概咁嘅劇情。咁但係去到討論到最高境界就係誰能憑愛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覺假設是來自你虛構，試管裏找不到它染污眼眸，前塵硬化像石頭，隨緣地拋下便逃走，我絕不罕有，往街裏繞過一周我便化烏有。即係佢從一對男女喺個車窗前邊講分手，到後邊佢將個 scale 拉到闊到成座富士山咁大，跟住就發覺呢個世界上最美麗嘅嘢就係富士山，而富士山係冇人可以擁有嘅。咁點解我同你之間係分唔開呢？咁樣你轉個圈我就會變化烏有噶啦，但你唔好纏住我啦咁樣。其實同樣嘅套路，人間所有嘅痛苦啊、得失啊、分手啊、失敗啊，你將個 scale 拉闊嘅話，其實你會發覺呢一切都唔重要，而再將呢個 scale 再拉闊啲嘅話，你會發現佢可以去到一個宇宙洪荒一樣虛無嘅境界。但係呢個都唔係最難嘅嗰件事，因為其實絕大多數嘅文化人都可以去到呢個境界。你睇而家好多國內嘅填詞或者方文山填嘅好多詞，其實都填得好㗎，都唔錯㗎，都係有山有水有你有我咁樣啦，都係嗰啲嘢啦。咁但係你覺得嗰啲填詞係同你係完全冇關係㗎嘛？即係佢係嗰個劇入邊嗰個世界，即係例如話你唔好講差嗰啲啦，周深唱嗰啲古偶嗰啲歌都唱得唔差，詞都填得唔錯，但係問題係同你有乜嘢關係？同你完全冇關係，所以你唔會喺人生某一個位置突然間會響起呢首歌嘅 BGM。而夕夜填嘅歌好多時候係佢已經去到一個天國嘅位置嘅時候，同時好似喺高空射一啲箭擊穿你個心臟咁樣，所以你會見到對應嘅情景嘅時候，你個腦入邊就會響起嗰首歌。例如因為我屋企附近都係一啲旅遊景點啦，咁一到嗰啲咩節假日啊，就係擠滿晒人啦，即係成條北京路望過去，你都覺得話密密麻麻咁，究竟點解要使錢嚟呢個地方啊？咁樣呢個時候我個腦入邊就會響起任我行，即係頑童大了沒那麼笨，可以任我走，怎麼到頭來又隨着大腿走？人群是那麼像羊群。類似嘅例子其實仲有非常之多，咁我揀咗幾首我好中意㗎啦。咁呢首係即係結婚嘅時候成日聽嘅張學友嘅《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因為即係成日都即係等緊前菜嘅時候，佢成日喺度播廿幾30次咁樣，你聽到好煩。你係聽張學友個版本係完全冇感覺㗎，但係直到聽張敬軒喺佢經理人嗰個婚禮上邊唱嘅嗰個版本，我先終於 get 到呢首歌嘅浪漫。個浪漫位在於有一種極大同埋極小之間嘅對比，即係一開頭佢喺度唱，曾聽說過尋覓愛情就像天與地別離和重聚過程，咁呢件事當然係非常之偉大啦，即係宇宙洪荒咁大啦。但係跟住筆鋒一轉就寫啦，而我跟你平靜旅程並沒有驚心也沒動魄的情景，即係會變成咗你我之間一個好平常好日常嘅畫面。第二段嘅主歌都係啦，定是跟你動盪時閒話着世情，咁又係一個好大嘅畫面啦。跟住再係鏡頭一轉就變成和你走過無盡旅程，就是到天昏發白亦愛得年青。佢就講到你我之間嘅呢段愛情好似呢個即係歷史洪流入邊嘅濃墨重彩嘅一筆咁嘅樣。再跟住就係寫俾王菲嘅《百年孤寂》，咁呢首歌亦都係有嗰種即係你我之間係少啦，跟住就係宇宙洪荒啊，時間維度上面嘅巨大嘅一種大小嘅對比。一開始主歌就係討論你與我之間點樣喺埋一齊，點樣嘈交啊嘛，即係心屬於你的我借來寄託，卻變成我的心魔；你屬於誰的我剛好經過，卻帶來潮起潮落。即係好明顯講緊一對男女唔知點樣好偶然機會下相遇咗，但係佢哋兩個即係相處得唔係咁和諧啦。跟住後邊就係
都是因為一路上大雨曾經滂沱，證明你有來過。即係兩個人都係應該嘈得幾勁嘅狀態啦。就喺呢個時候，突然間有一個 magic moment， 就係可是當我閉上眼，再睜開眼，只看見沙漠，那裏有什麼駱駝？即係女主角好似穿越咗咁樣啦，唔知突然間去咗100年前定100年之後啦。反正就係佢睇到呢一個時間維度上邊呢個巨大嘅變化，佢突然間領悟咗一個道理，就係副歌嘅呢一段歌詞。背影是真的，人是假的，沒什麼執着。100年前你不是你，我不是我。悲哀是真的，淚是假的，本來沒因果。100年後沒有你，也沒有我。即係將你我之間一對男女嘅感情用100年作為一個時間嘅維度去觀察，你就會發現，即係試管中找不到他，嫌污眼流，其實係唔重要嘅。而家嘅痛苦係唔重要，因為100年之後冇你亦都冇我。好多人唔知道，其實呢個《百年孤寂》係仲有一個粵語版本叫做《守護麥田》嘅。咁啊，我覺得就係即係《百年孤寂》當然係寫得好啦，但係即係夕爺嘅嗰個 range 入邊係好啦，但係我覺得守望麥田先係更加極品。始終粵語先係母語，即係語言嗰個運用，即係去到最高境界，始終都係自己嘅母語嘛。我覺得呢首歌直情係呢個文學同埋物理學之間去到極致嘅一個發揮嚟嘅。咁我係咁理解呢首歌，就係你要想像一個你根本冇可能得到嘅人，而你日思夜想嘅情況下，你想揾到你同佢之間嘅一點聯繫。例如我啦，我想幻想嘅對象就係肖戰咁樣啦。咁你好難證明我流出嚟嘅淚蒸發成雲之後再跌落嚟，會唔會變成佢飲過嘅水？咁我哋之間咪產生咗一種聯繫咯，係咪？睇翻呢個守望麥田嘅兩段主歌，你見到其實佢都係描述緊一個物質世界嘅物質嘅流動啦，分子嘅流動啦。第一段係風吹過麥田，田總要收割，也許留在我苦狀。跟住另外一段係即係對應係水，風對應係水啦。水蒸發成雲，雲拋棄的雨，也許來自你的汗。所以佢係有一種其實好明顯係冇乜關係，但係你又好想好牽強咁樣找到一點聯繫嘅感覺。咁喺呢個時候，其實理智係話到俾你知，你哋之間係完全冇可能再繼續落去，但係你又唔係好想去接受呢個現實。於是你想用嗰啲好宏大嘅自然景象去形容去描述你我之間嘅關係啦，所以跟住佢係咁唱啦。共你就似星和雲，星和塵，彼此怎麼掛愛，美麗多於遺憾。共你就似風和塵，同不同行，與天地常在，哪怕沒法再相愛。最後兩句就係話你自己因為即係上嗰啲星辰日月之後，你自己想開了，即係你會發現只要我哋喺同一個天地入邊生活，咁其實就算唔係一個相愛嘅狀態，都係有一種一體性。去到副歌嘅部分，你發現自己已經頓悟了，你對呢個世界已經有一個全新嘅認識，原來擁不擁有也不是那麼重要。空空兩手來揮手歸去，越過山與水，水裏有誰未必需要一起進退，刻骨銘心來放心歸去，未算無一物，深愛過誰一天可抵上一歲。最尾一句意思就係你看空一切之後，你發現遇上過、深愛過，咁就足夠啦。咁喺我嘅心目中，夕爺已經係一個填詞嘅神，而唔單止係因為佢填詞好勁，而係你會喺佢身上見到一種神性。咁啊，眾所周知啦，其實佢都係一個學佛嘅人啦，係一個佛教徒啦。咁同埋好多嘅作品係有啲即係明刀明槍係講宗教哲學嘅歌，例如寫俾劉德華嘅《常言道》啊，或者《無間道》啊，寫俾楊千嬅嘅《電光幻影》啊咁。
我知道好多木星人其實會覺得自己係好冇用啊，因為佢哋成日停留喺呢個幻想嘅世界，而面對現實就覺得永遠都係遇到挫敗咁樣。但係其實佢哋一種能力係可能佢哋自己都冇意識到，就係一種接通天地線嘅能力。就好似聖經入邊大衛王好似加咗上帝微信咁樣樣，每一步嘅部署上帝都會通水俾佢知。而現實中其實好多嘅作家都係有呢個能力，包括呢個金庸啦，同埋南派三叔嗰種感覺就有啲似係吳邪或者張家人去到某一個重要嘅位置，佢哋就會有天授。所以其實任何一個進行藝術探索嘅人都會諗一個問題，就係究竟嗰樣嘢係喺我嘅腦入邊生成，定係只係我喺即係上帝嘅雲端入邊 download 佢哋嘅意思而傳達俾大家知呢？咁我相信夕爺都係有呢一種能力。如果唔係佢寫唔到嗰啲擇日生嗰啲歌啊，即係嗰啲又密集嗰啲歌咧，咩又來又往無情無趣嗰啲，好難寫噶嘛。就係因為你聽到嗰啲音，其實你某程度你個腦可以入邊已經生成咗嗰啲字出嚟，咁就係好似一種天授咁嘅效果。講到木星，我哋就好容易會聯想到一啲宗教嘅領袖啊、精神嘅領袖咁樣，尤其喺西方通常都會令我哋諗起呢個基督教嘅教會。而其實木星人無論你喺邊度出世咧，邊個時空啦，其實你哋最擅長嘅嗰個領域通常都係有少少即係宗教屬性。咁啊，宗教第一件事就係教育啦。咁所以其實我哋聽林夕嘅詞係對於我哋大眾嚟講，呢個語文嘅水平係一個好高嘅提升。即係我喺度諗緊，喺我心目中夕爺應該係嗰個李白啊、蘇東坡嗰個 level，所以我覺得如果有一日可以喺中國嘅教科書入邊見到佢填嘅詞嘅時候，你先會覺得中國嘅語文教育係有得救嘅。除咗係最好嘅語文教育，亦都係最好嘅心理醫生。咁我哋喺人生入邊唔同嘅困境、唔同嘅場景，你都好容易突然間個腦入邊會彈起佢寫過嘅詞，而起到一個即係療愈嘅效果。如果攞 Y 文嚟比較嘅話，因為 Y 文嘅水星係同火星有相位，所以佢切入嘅角度通常就係從一個局中人一種沉浸式嘅體驗去描寫嗰個場景。所以如果一定要對比嘅話，Y 文嗰隻係來回地獄又至返人間嘅沉浸式嘅體驗同埋痛苦，而夕爺嗰隻有啲似一個天國嘅大家長，唔知點解好留戀呢個凡間，好想拯救大家嘅靈魂，所以從天而降去經歷呢一切嚟引導大家上天國嘅感覺。所以就算佢寫一啲好沉浸式、好當事人感受嘅歌詞嘅時候，其實隱隱約約都有一種，其實我係想話個因果俾你知，愛情嘅本質就係咁，就係希望你可以睇開啲，可以避開一劫。即係例如話好愛，其實即係除咗愛個愛之外，我覺得呢個位寫得幾好嘅。貪高興，好心敷衍一下，卻逼真的親吻。其實好多人自以為是嘅愛情，佢就係一種好心敷衍嚟嘅啫。而佢經歷或者觀察得到嘅失戀、明戀、暗戀或者各種嘅失意得意，其實都係好似一個神要為咗引導大家去經歷凡間嘅呢一個起起落落，而話俾大家知成個過程其實係咁嘅。而喺佢寫俾 Eason 嘅歌頌入邊，其實都體現出佢嘅呢一種初心，尤其係呢句懷着萬萬萬顆心的潔淨，煉成時代最亮發聲。而喺現實當中，其實我覺得夕爺而家個命運係有啲似早期嘅基督徒，即係一開始呢個基督教由呢個猶太教入邊分離出嚟嘅時候，呢啲新嘅教徒開始喺個沙漠嗰度不斷地講道。咁你會覺得而家講耶穌係一件好無聊嘅事咧，但係我相信嗰陣時佢哋唔會用咁樣嘅手法去報導嘅。我相信佢會好似今日我哋睇 K-pop 嘅呢一種手法去傳遞佢哋認為正確嘅思想。就算不斷地受到呢個羅馬人嘅迫害啦，甚至殉道，但係呢個基督教嘅精神其實係可以流傳至今。就好似佢嘅詞咁樣，雖然你將佢404又好，日名又好，即係故意不提又好，點都好，但係佢嘅詞永遠係留喺我哋嘅身邊，就好似歌頌跟住落嚟嗰3句歌詞一樣。
它可以高得掩蓋炮火聲，迷惑你耳朵，呼吸聲情，你想有共鳴，以心傾聽。本來去到呢個位呢係應該做結尾，但係我仲有一小段想加落嚟，就係呢個難念的經啊！就係如果你熟呢個符號學之後，再去睇呢個中國歷史嘅發展，你會發現只要係有木星同埋射手座嘅符號呢，無論係人定係事物呢，都係冇幾個有好下場嘅。例如話最早期來華嘅一啲傳教士啦，佢哋唔單止傳教，其實喺對於我哋嚟講都有好大嘅貢獻，幫我哋去計算呢個農曆啦，跟住起咗好多醫院啊、學校啊，同埋好多科學技術嘅革新，都係因為呢啲傳教士而有嘅成果。但係其實佢哋嘅貢獻到今日係一筆帶過，甚至好多人係有一種惡意相待啊、一種抹黑嘅角度去睇呢一批人。再跟住就喺呢個戊戌維新入邊嘅六君子啦，咁啊佢哋其實前面做過一期嗰個戊戌維新究竟衰啲咩嗰期，你會發現呢扎人入邊全部都係木星人嚟嘅，唔係雙魚就係射手，亦都係個後果最好嗰個就係梁啟超啦，都要呢個流亡海外啦，咁啊再加上就係一啲60年代唔單止係本土自己產或者喺外國留學翻嚟嘅好多嘅知識分子啦，咁啊就好似黃子華所講，即係為咗尊重嗰啲知識分子，就要整到佢哋死下。甚至你會發現越有精神力量、越有信仰嘅人死得越慘，所以你就明白點解 Taylor Swift 唔肯嚟中國開演唱會啦。跟住你就會問點解會咁樣嘅呢？咁關於呢個問題，我相信金庸喺好多年前就已經答咗你，就係《天龍八部》呢本小説。因為金庸本身係一個信佛嘅人啦，咁直爺又係一個信佛嘅人啦，咁呢個《天龍八部》本身就係一個佛教嘅概念啦，所以咁多層疊加之下，將佢拍成電視劇，而填詞人當然好容易就會指向當時嘅林夕。如果木星係代表接通神靈嘅話，咁呢個《天龍八部》佢基本上係一個造神然後毀神嘅過程。即係首先男主角係阿喬峯啦，咁喬峯你睇名都覺得佢好木星，因為喬就係高大嘅，峯就係高峰，即係有種好向上、好粗壯嗰種感覺。然後佢對應嘅就係《天龍八部》入邊嘅帝釋天，咁再加上呢個人物嘅設定就係一個武功高強，而且係天生神力嘅，即係唔需要點樣練習，就好似大胃王咁樣接通天地線嘅，即係隨便學一學就好勁好勁嘅你咁嘅一個行事非常之正義正確嘅人物。咁對應嘅應該就係副歌嘅呢一段歌詞，即係吞風吻於莊內嘅未曾彷徨，欺山趕海淺雪見眼未絕望。咁呢一段其實都係講緊佢好勁，無論乜嘢難關嘅咁艱難嘅咁不可思議，佢都可以打得破。咁其實都對應到呢個喬峯嘅能力。但係點解叫做難念的經呢？就除咗佢因為真係好快同埋好急之外，我覺得係表現咗一種，就算你好偉大、好正確，但係你去到有一個位置，你會覺得自己會卡咗喺一個兩難嘅位啊！就係當一開始所有人以為喬峯係漢人嘅時候，佢哋喺我呢邊係我哋呢邊嘅英雄人物，當然就係非常之偉大、光明、正確啦。而契丹人嗰邊就係非常之壞啦，所有契丹人都係壞人啦，咁樣理解，即係外國勢力亡我之心不死。但係去到後邊，當人哋知道喬峯係契丹人之後，所有人嗰個即係心態馬上一變。今日就係呢個 YYDS 係即係央視嘅座上賓，第二日你就係過街老鼠，你就係敵人。然後隨住劇情嘅推演，因為佢係呢個契丹人嘅身份，佢就去咗女真，跟住又再去呢個契丹，跟住由呢一番之後，佢嘅理解就係其實無論你係契丹人定係漢人，其實都係有好人有壞人，唔可以一概而論。而另外一邊個理解永遠都係咁樣非黑即白，只要你係有外國勢力背景，你就係壞人咁樣。所以我估個難嘅位其實唔係在於佢要令自己變成世界第一，變成好強大，而係當你企到一個好高嘅位置，你睇到眾生嘅時候，你會發現你已經超越咗有啲人嘅認知，而佢仲停留喺過去嘅時候，會產生一種信仰嘅衝突。你想拯救嗰啲人，你會發現你會俾嗰啲人拖落水。你想同全世界講，其實漢人有好人有壞人，契丹人有好人壞人，但係
下邊嘅底層人民係唔會認同，因為你已經超越咗佢哋嘅理解。然後你會發現，你越想去請教，越想去引導呢一啲迷途嘅羔羊，去等佢哋見到個更寬廣、更和平嘅可能性嘅時候，其實佢哋係完全唔肯聽，甚至因為咁而因為你根據自己嘅信仰，你變成咗個大眾嘅敵人。所以我理解嘅呢一段主歌，其實就係講，你好想做英雄人物，你好想拯救大家，你好自以為是，但係結果就係將自己拖咗落水，而去到結局就係貪歡一晌，偏教那女兒情長埋葬。如果從一個木星人即係射手座嘅角度去理解，佢可能真係參一生參不透這條難題。但係如果你有啲土星或者雙魚座嘅元素，其實呢個難題其實近排我已經參透咗，其實就喺呢個月亮與土星的博弈或者世界的終極真相嗰期，其實已經領悟到就係人類嘅底層意識入邊其實係有一個西王母。咁西王母就係月亮啦，月亮就係 lunatic 㗎啦，即係精神病啦。咁你發現其實人類嘅底層意識入邊係一種越墮落越快樂嘅傾向，大家並冇自己以為咁希望進步，咁希望自己睇到遠方。其實人類始終係喜歡留喺自己熟悉嘅空間，唔中意一啲陌生嘅事物，唔去 care牆外邊嘅世界究竟發生緊乜嘢事，尤其一啲嚴重缺乏邏輯訓練嘅地方，即係唔單止係國內啦，其實好多啲落後嘅國家都係咁樣樣。咁就用一個好敵意嘅觀點去睇呢個世界。咁但係木星其實就係要大家望向天國，望向遠方。咁你就好容易接通咗外邊嘅世界，接通咗天國嘅時候，咁你就好容易成為呢一個西王母嘅頭號敵人。所以當你喺我哋認知嘅框架入邊係一個好高嘅人嘅時候，大家當然係當你神咁拜。但係當你高到一個境界，你超越咗大家嘅認知嘅時候，你就會變咗一個好 stranger，一個陌生人，大家就會即刻瞬間對你產生敵意。但係因為木星射手座始終係一個好有激情啦、好有同情心嘅設定，好想去拯救大家去做一個英雄人物，你就發現越想拯救你，越容易俾佢拖住，就越容易俾呢一種力量玩殘。所以去到最後能夠逆轉局勢嘅人，通常係有少少雙魚或者海王星嘅感覺，即係例如話段譽或者虛竹呢啲人物，佢哋唔係一個武力值好強嘅人啦，但係佢哋有一顆慈愛嘅心啦。你會發現現實當中嘅我嘅理解就係，即係你要好擺明車馬咁樣明刀明槍，你係好容易死得好快。但係如果你用一種文化教養嘅方式去傳播你嘅思想，反而係最安全同埋最有效。就例如話呢一個金庸嘅小説或者林夕嘅歌一樣。以上就係今期嘅全部內容，咁就因為呢個篇幅嘅限制同埋我剪輯能力嘅問題啦，就好多就算我好中意嘅歌，可能就係冇辦法擺入嚟去再分析。咁啊，或者你有另外一番嘅理解啦，咁希望大家可以喺呢個評論入邊講下你最中意邊首歌，而喺邊個場景入邊佢最擊中你嘅心臟。